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思涵，欢迎再次收看《厨娘香 Q 秀》。大部分人都知道呢，台湾的小吃哦非常的有名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目前在台湾哦，非常新兴的一个料理呢，是所谓的这个异国料理。好，那我觉得大概10-20年前吧，这种异国料理我们大概就是有泰式料理啦、越南料理啦、印尼的餐厅。但是现在坊间呢出现非常多的什么南法的料理啊，然后希腊的料理、葡萄牙的，甚至我那天还看到非洲料理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要跟观众朋友分享呢不一样的这个异国料理哦。我们来欢迎刘玉宏刘老师。我刘玉宏全球的观众大家好。刚刚看到番茄的时候，我说你这个是意式料理，他说不是哦。这是南法的料理，而且目前在网络上哦是搜寻不到这道料理的哦，所以我们赶快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番茄螺旋面的这个料理。先烫番茄，那就是要去皮去籽，那要去皮的时候是在顶端这边画十字，差不多了，那我就放下去，把它稍微烫一下。好，有注意到老师先把刚刚切的十字的部分呢，先放到炒那个热水的面先下去。那我现在就它烫的时候，我来先备这些材料。好，那这是巴西利。老师，那个番茄要烫多久？我等它稍微爆开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已经裂开了，对，那我就泡个冷水，让它热胀冷缩，对，热胀冷缩，等一下就很好拔掉。番茄的话一般都是只加巴西利，那我们还要加个九层塔，对，九层塔其实在法式料理跟意式料理、泰式料理都用到非常多，台湾的话那更不用讲。我就把皮剥掉，这么容易就把它剥掉了。是，这一道只用半颗。只用半颗。是。所以是要剁得很烂吗？那有没有切小块就好？切小块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把籽拿出来啊？他们是说有籽的话炒起来那个酱会被糊掉，而且不好看。接下来老师要处理这个西洋芹。西洋芹，那也是切小块。这个不用切很细，因为我们的面是比较大。螺旋面。是。那我先把等一下盘式的这个番茄先切起来。老师，这边还有一颗蒜头，不需要吗？不是，等一下我把它压扁就好，因为它只是炒面的时候要用的。好。但是我看到今天的这个酱有一个很特别，我刚刚念了半天，我说难怪网络上搜寻不到啊，叫做什么塔本纳酱，就是提鱼、黑橄榄，那跟橄榄油打成泥，它就叫塔本纳酱。现在我炒刚烫的那个番茄。炒了我就放番茄糊，它一般这个是市售的番茄糊。炒这个酸甜的东西的时候，不要用铁锅，因为铁锅会腐蚀它，对不对？会有化学作用。然后等一下，如果是用铁锅煮的话，等一下这一道菜就会吃起来是。我会注意到老师并没有用很多的油哦，是。老师，那个锅子那么干，都不需要再加水吗？要，等一下。我看得很急耶，我很怕它烧焦。那我们要让它去熬，25分钟。要盖盖子吗？对，不用。不用。对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把那个椰桂叶放进去。好，这次老师放的是黑橄榄。黑橄榄。
刚鲫鱼，然后再黑橄榄。那我现在用橄榄油2大滴。现在等水滚，再来煮意大利螺旋面。老师，像一般煮意大利面，他们不是说会要加盐巴那些吗？1000 cc 10克，就1%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讲25分钟嘛，那我现在煮差不多10分钟，那等一下我还要在蒜头炒的时候再进去再煮，所以我先把它倒起来。所以25分钟是一定要25分钟，不能说因为它汁收干了，我们就变成15分钟。可以。它最主要是要把那个味道浓出来。那这个时候煮螺旋面，水滚了，那放下去之后还是一样要继续滚，不能转小。我现在是放点油，然后蒜头爆个香。好，刚刚老师呢只是把大蒜呢压碎哦，然后用一点点的这个橄榄油去爆香。蒜头待会是要拿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不要了。味道出来就好。哦，这也蛮特别的哈，味道出来就好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啊，9分钟。老师说剩的2分钟，我们是放到我们的这个番茄糊里面呢，来再炒，让它更熟哦。好，刚刚我们的那个酱呢，加到这个里面来。现在我放番茄酱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光番茄我们就有3个面貌哈，番茄大颗、小颗的，还有呢番茄糊，还有番茄酱，一点点那个黑胡椒。我们再加一点这个巴西里。我准备这个筷子，准备把那一片呢我很喜欢的月桂叶啊要挑出来。老师说唔免拿，我直接留在锅子里面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就留在那里。好，让我们整个这个层次、这个调性呢，在更均衡的时候，我们加一点黑色的这个黑橄榄哦，让整个番茄的颜色橘色呢再更跳脱出来哦。好，这个就是老师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南法的这个料理啊，螺旋面的这个料理呢。番茄螺旋面佐塔本纳酱的食材有：螺旋面80克 ，sauce 的材料有番茄糊1/2大匙。新鲜番茄1/2颗，番茄酱1/2大匙，月桂叶1片，巴西里梗1/2支，蒜仁1/2粒，9层塔梗1支，西芹菜1/4节，黑胡椒粗粒少许。酱汁的材料有橄榄油2大匙，黑橄榄片10片，罐头提鱼2条。番茄螺旋面佐塔本纳酱的做法：巴西里梗、9层塔、西洋芹切末。番茄去皮去籽切小丁，小番茄切薄片，蒜头压扁，橄榄油提鱼罐，黑橄榄片用搅拌机打成塔本纳酱。
锅内加适量橄榄油，加入番茄丁、番茄糊、西洋芹末、巴西里末、9层塔末拌炒，加适量水煮滚转小火，加入月桂叶，煮至汤汁为浓稠取出。另一锅滚水煮面加盐巴，比例是1000 CC 加10克，煮到面外包装指示时间少2分钟取出。锅内加橄榄油爆香蒜头，出味即可取出蒜头。加煮好的番茄糊、螺旋面拌炒，加入塔本纳酱、番茄酱、黑胡椒调味，加少许巴西里叶拌匀即可起锅。加上薄荷叶、小番茄片、黑橄榄片，点缀即可。